防疫期间，刷来是号召高雄市政府有利用公共频道推出防疫电视台，对囡仔到阿公阿嬷各种年岁拢有节目通看，而且阁有30部歌戏要轮流播送。市政府嘛有甲剧团买版权，来斗支持艺文团体有钱赚。防疫期间无通去看艺文表演，即马踮厝内就有当看。高雄公用频道一直到8月底推出防疫电视台，开台推出的戏剧就是歌戏，而且连续放送70天，网络嘛会当看。这35出拢是高雄在地原创的戏剧。伫这几档的春天艺术节嘛，真受欢迎。考量到不同的世代，他有不同的观赏的选择。那长辈们他在家，他就是拿着遥控器就可以在电视上收看得到。那年轻世代呢，他们比较熟悉的就是以网络的平台。其实高雄是台湾歌戏的大本营，有98个立案的歌戏团。即卖剧团正经演出的节目，阁会当伫电视台播出，民众会使接近传统戏剧。版权费用对剧团嘛加减有帮站，因为所有剧团拢已经过半月无演出、无收入。电钱、水钱、花仔钱，吼，有诶无诶，是这个困难咧，一直来的时阵，你即马有出无入，啊，大家头壳摸咧烧。伊想要看伊看袂到戏，有诶厝内面阁无播放器，我阁看袂到，啊嘛足惊讲，拢甲阮放袂记去。防疫电视台毋但互阿公阿嬷踮厝内安心看歌戏，另外嘛有运动、生活、线顶动物园、甲学生校内的课程等等，要互囡仔甲老大人拢有节目通看。记者陈嘉文、赖伟做高雄报道。